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哦，佮加上万宜风台外围云系，气象署表示讲，这几天哦水气较高，所以早暗拢较凉冷，尤其是北部甲宜兰地区哦，有可能会落大水雨。气象署嘛表示讲，拜一到拜二的透早，全台湾的低温哦只有18到20度，会是这礼拜较凉冷的时阵。 台北市骑奥多麦的民众拢将雨抹穿伫身躯，湿湿澹澹、佮乌阴的天气，民众都加骑到一半，熊熊闪大雨。气象署指出，受到东北季风加上万宜风台外围云系影响，北部、东半部会落规礼拜雨，尤其是台北山区、宜兰地区要特别注意，这几日啦可能会有大雨雾直报。万宜台风呢，它的外围呢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对流云系。那可以看到，在台湾的南方呢，主要都还是受到它外围的水汽的影响，所以说其实今天各地的云量都比较偏多一些些。不过呢，主要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，所以在迎风面的这一带呢，有一些地形的加强作用，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降雨。 会当看到街路顶面的民众，拢一定甲外套穿点身躯啊。温度的部分，气象署表示，因为这礼拜开始受到东北季风影响，各地透早低温平均会伫20度以下，大约是19度至20度。尤其是拜二透早会搁较冷，气象署预估会比拜一搁较降2度，平均会来到18度至19度左右。 在今天清晨呢，那大致上面的低温呢，大概是在19、20度上下，而明天清晨可能还会持平或是再下降1、2度左右。然后在其他各地的话，感受上面大致也是比较偏凉偏冷，大约低温在21到24度之间。那在白天的气温方面呢，因为云多下雨的关系，所以回升也不是很明显。 气象署提醒，这方面的雨水较高，尤其是北部、东半部的山区，雨一定落一段时间啊。民众要特别留意山区土石较松的状况。若是挖近海边的民众，这2天嘛要注意，会有长影发生，莫受挖近，避免危险发生。记者戴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